那咱的中研院开发新的疫苗有好消息，另外高端即马也有好消息哦。伫咧2月14，高端公布巴拉圭第3期临床试验的结果，证明高端疫苗的安全性是有够的，中和抗体效价是 AZ 疫苗的3.7倍。昨已经摕到巴拉圭政府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。咱台湾的指挥官陈时中今仔日也表示，目前全世界已经有8个国家承认咱的高端疫苗，而且咱国内已经做100多万大家，剩的300万档除了国内会继续使用以外，也会规划做人道救援。高端这个月14公布伫咧巴拉圭进行的第3期临床试验，结果显示疫苗安全性良好，通过试验设定的优越性标准，而且中和抗体的效价达到对照组 AZ 疫苗的3.7倍，正式摕到巴拉圭紧急授权 EUA。重要是要加速这个国际认证，来确认咱这个疫苗会当互国际接受。所以更加重要是这个 WHO。这个实验爱有成嘛，所以一旦有结果的时阵呢，咱高端疫苗已经有准备好，会当提供更加多这好的疫苗，和更加多人会当用。高端副董事长表示，希望会当对国产疫苗升级做国际疫苗。上紧3月底 ，WHO 团结试验结果出来，准若通过，就会当向各国提出 EUA 申请。当这个消息出来，也互高端股票伫咧15起关盘，股票价数来到265块，这阵已经升进高端疫苗的国家5倍。有承认我们高端的有印尼、帛琉、纽西兰、贝里斯、索马利兰、泰国、爱沙尼亚、巴拉圭，总共是8国哈。不过实验的结果跟在台湾实验的结果其实是很雷同。那未来我相信它还是会得到比较多的国家的认同。目前国内有超过192万外档的高端疫苗，但市中表示，进前甲高端公司买500万档，即阵扣掉已经做完的，政府手头也有300万档。伊讲除了会继续提供国内使用，也会规划用伫咧人道救援。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。